考評局今日開始喺中學會考試場採取措施，防止考生利用手提電話作弊，包括記錄考生去洗手間嘅時間。喺筲箕灣聖馬可中學嘅試場外面，考評局貼出告示，要考生熄手機。今日考嘅係數學科，開考前亦都有廣播提醒佢哋要將手機放喺底。中途有考生要求去洗手間，亦有監考員陪同，又記錄低去洗手間嘅次數同時間。不過有考生就話新嘅措施作用唔大，有啲細機越嚟越細噶，咁收到你根本係睇唔到啊！仲有啲衫佢着長啲又遮得住，即係佢老師冇權揭開你件衫㗎嘛，淨係宣佈咯，叫我哋將啲手機放喺袋度，冇行動去 check。為咗了解新措施嘅運作情況，考評局特別加派人手去到唔同嘅試場視察，又睇下學校啲咩需要協助。對於有人喺網上投訴，上個星期四聖馬可中學係其中一間懷疑考生借故去洗手間用手機作弊嘅試場，校方就澄清並冇咁嘅事。當日係可能有幾位同學係去廁所，亦都唔係話同時去，咁就冇異常嘅事情發生。校方話，考試當日一共有7個監考員同試場主任在場，又跟足考評局嘅指示去做。